小维，你来了。小维心里有一句话想告诉公子。好啊。若公子不嫌弃，小维愿终身侍奉公子左右。小维，我只是一个镇守边关的战士，是一介武夫。我不知道能不能照顾你，我也给不了你幸福。如果公子不能接受我，小维不会怪你，因为能与公子相遇，就已经是小维的幸福了。我等待心爱之人的出现，已经等了一生一世那么长。直到遇到公子，我才发现，我终于遇到了自己寻找的人。但是，我不会勉强公子。小维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继续等你，一直等到你接受我为止。小维，我是一个无家无业又不会讲话的贫寒之人，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真的不值得你这样对待我。更何况，公子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一直都牵挂着公主。既然如此牵肠挂肚，不如去找她吧，确认她平安无事，你才能放心。见面以后把话说清楚，这样既能解开公主的心结，你也不会再继续替她担忧了。小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公子不开心，便是接纳了小维，小维也不会开心的。况且，公主救过小维，小维也希望公主能够开心无忧。你可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。好吧，我明天就去向将军告假，然后去找靖郡主。姐姐，我不明白，李靖离开了，你不是正好可以独占王英吗？干嘛还主动让他去找啊？我可不想总是因为灵力不足，时刻面临着暴露原形的危险。再说，要想和王英长久，就必须找到同源一心人，彻底摆脱实心画皮这种讨厌的事儿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你找心跟王英找李靖有什么关系？哼，当然有关系了。因为李靖很可能就是我的同源一心人。王公子，王公子。哎，小维，找我什么事？我要与你同行，去寻找公主。恐怕这样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无论如何，小维都要伴随在你的左右，以报答你对我和彩雀的救命之恩。小维姑娘，我很感激你的心意，但这一次我去找公主，如果你一起同行的话，恐怕不太方便。公子放心吧，只要你找到公主之后，我便不会打扰你们了。小维知道自己身份卑微，无法与公主媲美，也不敢与公主争夺爱人。小维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番出去，路途遥远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危险。如果我照顾不好你，万一出什么事的话，那……公子不用担心，跟着你是小维心甘情愿的，只要能伴随你左右，小维就心满意足了。小维姑娘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还是回去吧。公子，你为何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小维于千里之外呢？反正小维心意已决，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就长跪不起。哎，小维，起来起来，先起来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只是路上一定会有危险，万一我照顾不周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只要能在公子身边，再苦再难，小维都不怕。行了，你以后别叫我公子了，就叫我大哥好了。王大哥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别想丢下我。好。
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但我还是那一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自己要小心。嗯，走吧。主人，逆狐随王英去了京城，说是要一同去寻找李靖。他既然恋着王英，为何还要陪他一同去找李靖？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主人，我也不太懂他们人之间的这些复杂的情感。不过我听说京城里面繁华热闹得很，我怕这个逆狐会伺机逃跑，不如咱们跟他们一同去吧。好，我们就一同去京城，看看这只妖狐到底有多么的执迷不悟。